弟兄姐妹们平安，平安。很高兴能够在主日的早上看到大家一起齐聚在殿堂里面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麻烦大家弟兄姐妹们从座椅上起立，我们大家互道一声早安，互道一声平安。早安，平安，平安。一起互相对着对方说：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。让我们一起来宣告：大有能力与我们同在的神，使我们有平安与喜乐。你恩膏在运行，我感觉就在这里，我心充满了能力，要高举主生命。生命的声音，如风吹进我的心，我灵已被更新。主的恩膏在运行，主的恩膏在运行，我感觉